大好暑假，我哋都想仔女多啲陽光，多啲活力，偏偏佢就係機不離手。你試過同佢傾啊，定過協議，但唔使幾日就不了了之。每日提佢話佢，嘗試好聲好氣用手機時間做獎勵，甚至咧收手機、食 WiFi，結果全部都係拖延、對抗、吵鬧、發脾氣，又或者你根本都未俾手機，因為你怕一發不可收拾。總之拖得就拖，避得就避。我哋嘅恐懼同埋焦慮，只會令到仔女更加抗拒，越行越遠。今個暑假係重新建立屋企人碌手機、打機習慣嘅最好時機。喺我嘅教養訓練入面，我會同你一步步拆解點解之前一直都管唔掂，了解下孩子碌手機背後究竟有啲乜嘢真正需要，學會點樣表達我哋嘅關心，仔女先至會聽得落。一家人點樣可以傾出一份講得出、做得到嘅協議，唔再吵吵鬧鬧，都守到界線。目標係9月開學之前，親子之間重建互信，仔女面對誘惑都可以自發自律。把握呢個暑假，立即上我嘅網站了解下專門為家長而設嘅教養訓練。